15天无地方食，我会瘦呢。伊全台5000几场的饲猪场，大约有500万只的猪只。伫个非洲猪瘟禁运禁台以后，伫个台南市的部分，大约有526场，超过50万只的猪只，占全台11%左右。除了防堵非洲猪瘟的政策，另外议员邱永智嘛关心咱市饲猪的业者，尤其伫个禁运禁台15天以后。议员恐惊会去影响到猪肉的价格。爱看调配，因为认真讲啦，马品市场一天抬的量吼，其实咱也知影伊屠宰线有限啦吼。你若你讲伊安那甲有抬啦，譬如讲咱进马品市场，咱才千一只，你若较甲有抬嘛，加一个1800只好啊，你嘛加700尔，嘛是爱拜托冷冻的伊。拖去到冷冻厂倒台，我要处理啊。冷冻厂来买才较济只啦。对。你若一般传统市场来买呢，一只两只。上好抬才5只至6只尔。对啦。也安尼尔啦。对啦，所以这个时阵嘛，该拜托调配遐爱去管制一下。除了关心猪瘟，恐惊影响到猪肉的价销，另外共款甲民生议题有关的，还佫有乌山头水库的静电问题。因为议员烦恼，水质是毋是会受供电棒的污染？对此，中央一再强调，水质受检测是无问题，但如果民众有疑虑，市府会佫再甲民众来沟通。并且将民众的想法反映给中央。台南新闻林英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